匯眾專業發展中心 IVDC 於2008年10月成立，係 VTC 其中一個機構成員，致力提供多元化、切合不同背景及程度人士進修需要嘅專業培訓，協助學員提升就業競爭力，並鼓勵終身學習。就業掛鈎課程 IVDC 為待業人士舉辦由 ERB 撥款全日制就業掛鈎課程，範圍涵蓋不同行業，亦為修畢課程學員提供就業跟進服務，全力協助學員重投就業市場。課程費用全免，合資格學員更可申請培訓津貼。通用技能訓練課程及新技能提升計劃課程，待業及在職人士可報讀以提升語文及資訊科技應用嘅通用技能訓練課程，及以掌握行業技能為主嘅新技能提升計劃課程，增值自己，加強就業競爭力。合資格學員可申請學費資助，最高更可獲全費豁免。專業課程針對企業及各行業內人士為培訓對象嘅專業課程種類繁多，例如樹木危機評估證書、游泳池水質控制證書、綜合管理系統證書、學校及社福機構會計員證書、國情研修班、旅遊業國家資格考試培訓等。增值課程 IVDC 亦有舉辦增值課程，涵蓋多個興趣範疇，當中包括烹飪、美容美髮、資訊科技、康體等，讓學員發展工作以外嘅才能，陶冶性情。職業發展計劃 IVDC 尚有其他課程選擇，如以裝備15至20歲待業待學青年繼續升學或投身社會嘅職業發展計劃課程，當中有天才在現計劃、現代學徒計劃以及青出於藍少數族裔培訓計劃。行業培訓小組為確保課程設計配合市場需要， IVDC 特別成立35個行業培訓小組，邀請不同行業嘅僱主代表參與，為中心提供最新人力需求及市場資訊。透過緊密嘅僱主網絡， IVDC 亦能掌握市場嘅職位空缺情況，大大增加畢業學員成功就業率。IVDC 嘅課程導師均具備專業資格及行業經驗，為學員分析行業概況。中心定期亦會舉辦僱主就業講座，加強學員了解行業需求。我一直都有參與IVDC 美髮課程嘅諮詢工作。咁而 IVDC 咧開辦嘅美髮課程咧，不但係有清潔嘅培訓系統，而且仲有優良嘅師資同完善嘅教學設備。我十分認同 IVDC 嘅服務理念，面對社會發展及需求同埋轉型，無論待業或在職人士，都需要掌握新嘅知識同埋技能。中心設備完善，位置優越。中心設計時尚新穎，設備完善，當中設有多用途活動室，模仿真實工作環境嘅專業美容及美髮室，設備齊整嘅餐飲訓練中心、電腦室及語言學習室等，務求為學員提供優良嘅學習環境。為配合發展需要， IVDC 分別於美孚、油麻地、粉嶺及馬鞍山設立培訓中心，中心位置優越，鄰近港鐵及巴士站，交通便利。為鼓勵學員持續進修及為弱勢社群提供培訓機會， IVDC 特別成立獎助學金，讓學員盡展所長，貢獻社會。當中包括有葉慧敏慈善基金 IVDC 美髮業獎學金，資助傑出 IVDC 美髮課程學員喺香港及國內著名美髮學院修讀美髮專業深造課程，藉以擴闊眼界。另外， IVDC 設立嘅獎助學金則着重資助社會上有需要人士及鼓勵 IVDC 傑出學員持續學習，
增強競爭力。我啱喺 IVDC 完成咗髮型助理呢個課程，經過 IVDC，我而家轉介咗去香港文華東方酒店做髮型助理。未讀之前，其實我一直都想做髮型師。經過 IVDC 網頁，我報讀咗髮型助理課程。除開辦培訓課程外，IVDC 亦不時透過舉辦活動推廣 IVDC 課程及服務與公眾人士，加深對 IVDC 嘅認識，包括義工剪髮日、興趣增值同樂日、招聘會、就業資訊展覽等。IVDC 舉辦慈善繽紛嘉年華，更得到 IVDC 宣傳大使汪明荃博士及活力之星李輝師傅支持主持揭幕禮。IVDC 一向致力為待業及在職人士舉辦培訓課程。IVDC 過去嘅努力亦得到僱員再培訓局嘅表揚。近年，先後在 ERB 人才發展計劃頒獎典禮上勇奪多個獎項，無論在課程開發、優質服務、宣傳及推廣上均表現出色。而 IVDC 導師同學員亦憑着優秀嘅教學理念及積極嘅學習態度得到表揚。IVDC 自從喺2008成立到而家呢，我哋都係為社會提供多元化嘅專業培訓嘅。我哋嘅課程係切合社會嘅需要，同埋係與時並進。接受咗我哋嘅培訓嘅學員呢，到而家已經超過1萬人㗎啦。我哋好開心，因為經過 IVDC 培訓出嚟嘅學員呢，都能夠學以致用，各展所長，為業界呢提供咗好多需要嘅人才。